让我们跟隔壁人讲，让我们兴起发光。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去看待历史啊，因为我刚刚讲台语场，现在马上换成华语场啊，会很习惯。台湾的教育是很奇特的，对于自己的历史，我们并不是那么的重视。但是其实历史它如同一面镜子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汲取教训，还有叫做该古往今，不要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。历史它也如新鲜的花草树木，它有香气，它可以让我们温故知新。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，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上帝不断透过以色列这个信仰群体，他实行了救赎的计划，尤其是出埃及事件，来向我们启示，每一个基督徒他应该都有一段上帝对你的救赎的故事，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要有一段出埃及的事件，甚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段经历被掳归回的故事。信仰群体、教会也更是如此，每一个教会在每一个时段都会有，我们建成教会也没办法逃脱这样的一个被掳归回的一个事件。而我们连接到新约的耶稣基督，是我们整个信仰群体的最高峰。这个今天开始是大斋节期，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日子。耶稣基督他实教的救赎，还有恩典，还有爱来挽回我们。而这个救赎事件，如今依然在我们信仰群体的当中不断的在发生，带我们出黑暗，进入光明。很谢谢领唱今天选的歌，真的太棒了啊！那今天一些传道要分享上帝如何透过信仰群体救赎我的故事，以及我们该如何回应上帝救赎的恩典。台湾是我们的国家，也是我们的母亲，是我们共同学习、成长，我们一同悲、一同喜的一个地方。它是我们永远美丽的故乡。很多人不管到国外哪里，永远想念了台湾。我们有一个同学，去年毕业之后到美国去，在网上晋升，他每天想念了台湾的臭豆腐，他很想再去深耕找我吃臭豆腐，想念台湾的一些小吃。几百年来，台湾受到许多国家的统治，那是一段失去自由、被轻看、没有尊严、黑暗凄惨动荡的年代。人们终年悲泣，盼望有一天有一颗明亮的心，照出一条属于我们台湾人自己的道路。如今我们经过我们的长辈他们，经过一代又一代努力打拼，台湾人在生活水准上面都不断的在提升。所有的现象显示，我们台湾似乎已经渐渐走掉那条光明的道路。可是事实上，大家都知道不是这样子。进步所带来的是更多的不公义，贫富差距扩大。尤其住在台北知道，郑捷的事件，还有许多自杀的、离婚的，家庭的问题比以前更加的严重。现在年轻朋友这个时间点能来教会，真的是很不容易啊。昨天不知道几点睡觉，很多人现在睡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起床，所以感谢赞美主，很棒啊！台湾现今的状况，我们英国文豪家狄更斯他在《双城记》开场的那段话来形容非常贴切。现在台湾看似最好，其实是最坏；看似有智慧，也是愚蠢；看似是很相信，处处都是怀疑；看似是光明，也是黑暗；看似是希望，也是绝望。看好像是什么都不缺的年代，其实是什么都没有的年代。尤其是像我们这个，我们算是比较父之辈的，我们都怀念小时候，童年的歌都怀念以前小时候，感觉现在好像没有生命。现在的很多高楼大厦，有一次我们全家去林口，林口大家知道新市镇嘛，我到林口之后，我看不到、感觉到任何的味道。我每年过年很喜欢去台南，它是一个古都，它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地方。但是新的，虽然盖了很多新的，但是没有味道。当我们长老教会在大肆庆祝福音在台湾宣教150周年，这是一段充满感恩的历史，因为有那么多的信仰前辈
在欠缺动乱的时代，他们牺牲奉献。今天我们才有办法在这边享受他们所留下甜美的果实。我们建成教会也是60几年前草创的牧师、长子同工们，可能是你们爷爷阿嬷辛苦出钱出力，教会才有可能是到现在这个样子。根据我们台湾长老教会总会的统计，我们长老教会现在有1228间的教会，医院也非常多，大家知道吗？马偕医院啊，新楼啊，等等，还有学校也非常的多，宣教福音中心等等，这实在是一个很值得感恩的数字。但是大家都不知道，我们还有300间左右，有50人以下弱小的教会。不管是平地的教会，或者是原住民的教会，他们常常得不到其他教会或机构的帮助，他们事工没办法来推动，甚至有的地方连牧者的献也付不出来。去年我神学院毕业，我有个同学，他是原住民，他派在东部，他一个人牧养2个教会，一个教会能给他的献只有很少，后来从其他地方去募款。他一个人1个礼拜跑2间教会，这个不是只有1间而已，有好几间。许多牧者在2-3年，他们可能是因为孩子要就学的关系，无奈就离开。当牧者频率的更换，会有就没办法得到灵命上面的牧养。我们教会种种的问题跟困境，也就持续的在发生。特别是现今的教会受到世俗化社会的影响，有样学样。常常为了个人的私欲、权力跟地位，不管是地方教会还是机构，常常发生许多让我们心痛的攻击跟难过的事情。原本教会应该是发出光，或者是像马偕医院应该是发出光的地方，可是常常发生的一些问题，黑暗就笼罩。我们让教会成为一个光的团体，可是我们竟然陷入在黑暗当中。我们回到今天的圣经，从以色列拯救的历史来看，它应该是属于神圣荣耀的子民。上帝应许我们的始祖亚伯拉罕，他会成为大国，过着流奶与蜜、丰盛的生活。我想大家如果从小在教会长大，这个故事都听过千百遍了。我小时的那个女儿，整本圣经几乎人家看都很会背啊。从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，到大卫建立王国，所罗门王盖圣殿，以色列这个国家，他的祝福已经来到了最高、最顶点。但是因为人的罪性，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国王一个比一个败坏，他们离弃上帝，他们拜偶像，他们欺负孤儿寡妇，到处充满不公义，凡是喜爱靠自己的权势来行，百姓有样就学样。一直到以色列这个国家被上帝处罚，被消灭。圣经这样记载的：当耶路撒冷和圣殿被巴比伦军队毁坏的时候，全城都是屠杀、哭泣的声音。当时的巴比伦王将犹大的国王抓起来，在他的面前将他的儿女、他的官员一个一个杀掉，比 IS 还惨。最后连这个国王的眼睛也被挖掉了。这是多么凄惨的一个事情！仿佛黑暗笼罩大地，幽暗遮盖整个万民。巴比伦王留下一些贫穷的人在犹大，其他的百姓全部被掳到巴比伦。耶路撒冷到巴比伦有1300公里左右的距离。我们在猜，用走的有台湾3-4倍大，一路上又不知道多少人会死掉。我们有当代的叙利亚的难民的事件，应该我们可以多少体会一点。你看叙利亚，它整个城市里面都被炸，整个难民，他为几张一条船罹难，全部都死掉。整个以色列民族已经完全被黑暗所笼罩。这种被黑暗无盼望的日子，也曾经发生在一节传道的故乡金门。有人不知道金门在哪里了吗？金门的地理位置是在中国大陆厦门的对面民国47年，很多人都还没出生，我也还没出生。民国47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823炮战，
中国和台湾两边的领导人为了他们自己的私欲和权利，中国大陆开始对金门地区全面发射炮弹的攻击。听说大概这样就有一个炮弹，你就知道整个岛几乎都是炮弹，死伤无数。八号山炮弹虽然在很快的时间就结束，因为美国的介入，却一直到民国68年，也就是在我10岁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还在流行单挡双不挡，那个是现在年轻人没办法体会，就是单号，中国大陆他很厉害，他跟你约定好，就是让你吃完晚餐，他7点他准时打宣传弹，啊，但是那种宣传弹也会打死人，啊，我们邻居就是没有去躲防空洞，那个铁片打，整个人还是死掉了，啊。对岸才完全停止对金门炮弹的攻击，这总共长达21年的时间，金门人处在黑暗惊慌，四处躲避，奔逃防空洞，不知道今夕是何夕的日子。经历这种战争的苦难，金门人异常珍惜安定，可以认真打拼的日子。当我高中毕业，来到台湾读书，因为我们金门早期只有高中而已啊，大学以后就来台湾读。出社会以后，我有非常认真，靠自己的力量打拼赚钱，盼望可以得到世人所羡慕的五子登科。现在应该没有了啦，哦，现在大家都过得很好，不需要五子登科。所以你们知道什么叫五子登科吗？知道，知道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那个五子登科不是 iPad 啊，以前我们这个年代啊很重要。你出社会啊，就看你有没有标准，就是你有没有娶妻子，你有没有孩子，你有没有车子，你有没有房子，你有没有钱。这5项在代表一个人有没有成就。我在28岁那年，我非常认真来这边日夜打拼，我达成这样的目标。但是因为少年得势所产生的骄傲，在一次和老板的冲突当中，我负气离职去创业。我也非常靠自己打拼，成果丰硕。不过人算不如天算，在2000年的时候遇到全球金融危机。我不晓得你们家有没有遇到啊，爸爸妈妈哈。前台湾的经济仿佛碰到大地震，公司马上遇到很大的财务危机。公司要倒不是马上倒，你一定不想让它倒，你会一直撑，撑越久洞就越大啊，洞越大。实在没办法啊，你公司宣布破产，然后就负债累累。在我生命当中，从出社会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。但是我知道，当初和我一样生意失败的台湾的非常非常的多，也很多人在股市里面赔得非常的惨。大家的船都破了，也有许多的债务，日子怎么过下去呢？我们的生命可以如同以色列百姓，他们虽然被掳到巴比伦，在外族当中，他们即使活在黑暗当中，但是他们心存盼望，因为他们在期待有个弥赛亚。他们也希望可以像东方博士寻找到那一颗明亮的启明星。众人在这种黑暗笼罩的大地、幽暗遮盖幻明的情况下，上帝依然在掌权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第1节，上帝说：“来，我们一起来。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”还有第4节到第5节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，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。你的众子也从远方而来，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。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，你心又跳动又欢畅，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，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。这是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拯救。一部分被掳到巴比伦，应该只是大部分，这少部留在犹大。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，他们开始反省，他们开始回想当初上帝透过这么多的先知所传讲的话，他们开始承认自己的过错。虽然他们失去了国家，失去了圣殿，他们开始想办法在自己的地方来敬拜，他们开始来专心来跟随上帝。
神是公义审判的上帝，但是他也是怜悯又慈爱的上帝。耶和华上帝用他的圣手带领以色列百姓归回耶路撒冷，脱离黑暗，看到光明。上帝的荣耀已经显现，照在以色列的百姓的身上。当时照在以色列百姓这荣耀的光辉，也同样照在当时黑暗中的我。当时生意失败之后，我求助无数的神明，我算命，我还是走投无路。上帝通过奇妙的方式带领我进入教会。我不清楚教会的人会怎么去看待一个生意失败的人。我的生活起起伏伏，有新的工作需要适应，一家人的生活费，还有许多的债务要处理，许多的压力。老实讲，压得非常喘不过来。有时我真的希望死掉算了，一了百了。社会上不是也常常听到这样的新闻吗？就在那个时候，感谢主，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，他已经在台电上班，他是副总的职务退休。我进来，他很关心我，为什么？他的儿子很优秀，建中、台大，然后呢，那个年代就到美国去了，就不回来了。他看我跟他孩子的年纪差不多，他把我当成是孩子在看待。他观察我的状况越来越坏，他就鼓励我，将发生在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情讲给我听。也就是在他50岁的时候，他的职位跟他收入都非常的稳定，但是因为他的太太替他好心替朋友做保，整支朋友恶性倒闭，害他突然有好几千万的债务，在民国70年那时候是很大很大的数目。整个家庭的生活突然从天堂掉到地狱，黑道找上门来讨钱，房子不得已卖掉。他们4个孩子本来过得公主跟王子的生活，突然他们要去打工贴补家用。他也希望可以更早将债务还清，他自己一个人忍受孤单到沙烏地阿拉伯去工作。他说他也很多次在沙烏地阿拉伯觉得他无法再活下去。说到这个时候，这个70岁的长老在我眼前非常激动的哭，我也跟着哭。这是我出社会10几年打拼第一次这样哭。人家有句话讲啊，男人流什么？不轻弹，有泪不轻弹，还有流血不流泪。不见棺材。这怎么样？他哭泣地告诉我说，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保守，他早就垮了。他坚定告诉我要相信上帝一定会带过我们度过任何的难关。慢慢的，我倔强的心开始被充满盼望的光所吸引，因为我知道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上帝，他的光透过教会这个信仰情景照在我身上，我生命的价值观开始改变。我开始知道人在这世界上不是只有工作、金钱、地位，人生在最上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他愿意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他又从死人复活中复活，带给我们重生的盼望。他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不必用世界上的金银财宝来证明什么，我们也不用你是在哪个公司上班，或者是你读什么，一定要读台大，都不用。他爱我们，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他就爱我们。我们是他最宝贝的儿子。我过去所遇到的痛苦，都是他对我真实的爱。因为捆绑我20几年的束缚已经消失了。其实大家有在上班就知道，有时你很忙碌在赚钱，不一定是真的很开心，真的不是很开心。每一个人上面都有顶头上司，那也有下面的。如今有真光陪伴我，安慰我，我不再惊慌，我开始安心好睡。我恢复了以往的笑容，我是全新的我。大家看到现在传道可不可爱？以前很凶的哦。我是全新的我，对未来充满了盼望。我要永远跟随这个光，我要学习东方博士献上礼物。不管路途有多么遥远，我都要专心一意来跟随这个启明星。
我愿意无条件将我的一生奉献给耶稣基督，我的荣光。我们再来看经文，经文第3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经文第3节。万国要来就你的光，君王要来就你发现的光辉。来，第5节跟第6节。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，你心又跳动又欢畅，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，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。成群的骆驼比米甸和以法的土凤驼必遮满你，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，要奉上黄金乳香，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。神的话都是应许。耶路撒冷因为耶和华上帝的荣光，耶路撒冷再一次成为吸引万国万民来追求敬拜的地方。他们一起在耶路撒冷敬拜、赞美我们的主。上帝荣光、上帝的公义已经在西安显现。这灿烂的光景也照在我身上，不止只有我。当我们每个礼拜，我们去看更新周刊里面，也有许多像我这样的经历与见证。我刚刚在台一场讲道完之后，就有一个姐妹，老师讲我不认识她，她说她也是一样，曾经负债，然后走过来。很多人不是只有我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生命的故事。当我信主之后，我谦卑认罪悔改，我认真追求信仰，我参与教会团契的服事，也因着上帝的恩典跟怜悯，我顺利卖掉之前所买的房子，然后我前后再用7年的时间将所有债务都还清。上帝又祝福我有机会和一些同事在一起开公司。老实讲，可以在开公司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。开幕的当天，我们还请我们牧师我们做主持一个感恩礼拜，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来。我在心中就暗暗的立志，我一定要赚很多的钱来奉献给教会，报答上帝对我的恩典。怎么这个公司才开始稳定赚钱？上帝竟然对我说：“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的道路。”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你要去读神学院。我不知道，如果现在在场的有人，上帝这样跟你说，你会怎么样？今天的领唱，会抉择，想很久，想很久，因为事业有成。我那时候惊讶，真的不知道什么好，因为这不是我人生中的计划。我们在新开的公司，是我们一些股东，我们总共带领了40几个同事出来开一个公司，我们带领了一票的人。可是今天我竟然要跟他们讲，我要去读神学院，他们全部骂我笨蛋，他们没有必要这边公司好好的，然后要赚钱，你干嘛要离开去读神学院？因为同事我们都是拜拜比较多了在我们公司里面，我们常常是我们那时候，我跟你讲，刚刚说那个感恩礼拜嘛我们是早上感恩礼拜，中午以后他们拜拜，中午以后拜拜，很好玩我看一下我自己的年纪，我那时候44岁，我会不会太老？读书不是那么简单，会记不起来。上帝不是要我开公司赚钱来奉献吗？我在想，如果我去读神学院，家里的开销怎么办？因为我的太太就是上个礼拜的姊妹传道，她比我早受呼召，她说她去读神学院，老实讲，我们全家都吓一跳。那我们只能支持，因为她说这个是上帝，甚至我们第3个孩子，我刚才遭遇这些苦难的时候，我只有2个孩子。我们第3个孩子是上帝，我们那时候去韩国，然后回来之后，上帝感动他的生一个孩子。我不同意，我们全教会的人都反对他为了这个事情跟祷告了半年之后，我就同意了我想上帝有他的恩典跟带领。3个孩子读书也需要用到钱，我都去读神学院，我们住的房租钱生活费那怎么办？很现实的嘛，越想就越拖大。我大声无数次的反驳上帝，去找别人好了。我太太自己一个人去读神学院就够了。我在教会里面当长老，教会的事工非常非常的多，有谁要负责？
我负责的宣教部，那时候我们的教会从70几个人，我们去10几年，我们跟牧师是合作配搭。我们这10几年当中，我们从70几个人到130个人，我们教会其实坐不下。那时候虽然我的圣经知识走的不多，但是我非常的热情。我想叫我走学的点都已经找好了，整个台北中会都非常的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间会是第100间，而就不会是我现在是100家这间教会，就会是我开拓那间教是100间。不管中会一长什么，常常在很多地方在讲，会是100间。如果我离开了这个工作，谁要来负责？上帝又讲，记得你15年前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是谁带你来教会吗？教会的光怎么样照在你身上，让你一次一次充满了盼望跟喜乐？你难道忘了吗？我们常常在祷告中跟上帝讲说，我要无条件的奉献。上帝说，你是随便讲讲的吗？我真的傻眼。我不晓得大家信主多久了，有没有感受到圣灵不在你身上那种恐怖？我第一次信主之后，第一次感觉到那个灵不在我身上，那种你会觉得很恐怖。原来我是这么不甘愿的跟随，原来在我心中一直想要将卖掉的房子买回来的念头，我还是想用世俗的方式来服侍我的神。原来我所准备的礼物，不是上帝要我献的。我双脚跪在地上，我认罪悔改，我对上帝说：“主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大家觉得这个句话好像很熟悉，就好像彼得3次不认主，主啊，我爱你。但是神安慰我说：“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上帝对我的怜悯、安慰和鼓励，让我愿意拿出更贵重的黄金、乳香、没药来回应主的呼召。我愿意将自己献上为主所用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，我读书我背不起来啊，我知道这边有人要去读神学院啊。”希伯来文啊，希腊文啊，那是非常难的啊！你要自己去带领我，这要怎么去读啊？愿意读神学来锻炼我成为上帝真光的出口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我和主相遇的故事。我知道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一定有你和主相遇的故事。回想我们的生命，不管是经历是好或是坏，不管我们现在的年纪是长还是轻。一切都有主的恩典在我们中间，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都是上帝宝贝的儿子。今圣灵的光赐下新酒、新油，再一次照在我们身上，要点燃我们的心更加的火热。我们要迫切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。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，我们要学习耶稣我们的心。我们不要被世俗的引诱，我们要常常认罪悔改。我们要读经，我们要祷告。我们的郑梅姐他们新眼光很用心的，每天都有那个读经的进度在直播，帮助我们。我们的嘴不要再论断比较，尤其是教会里面，在家里面也是一样。我们根本不要放纵自己的私欲跟肉体的享受。我们和以色列的百姓是一样，我们是被拣选的。为什么在台湾2000多万的人当中，他只拣选5%的基督徒？这是一个奥秘。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为了要服侍上帝的教会。当我们的生命可以真实的反映上帝在我们身上显出的荣光。所谓的荣光，很多人现在常说属灵的生命，属灵的灵恩的生命。灵恩的生命不是只是外在的讲方言、医病赶鬼。以后有机会，一节传道跟你讲，我经历过死人复活的见证。但是死人复活，他总是有一天他会死，就像耶稣医治的那些人，他复活了，他有一天他还是会死。灵恩的生命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展现出来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的恩典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会慢慢体会到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恩典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。这才是灵恩最高阶的。当我们能够显现出，在不管任何的时间，不管在学校、在工作、在家庭，
我们能够有上帝的光照耀的时候，这样我们的教会，尤其是我们的长老教会，我们不管在都市的，还是在乡下弱小的，甚至是原住民的教会，以及信仰的团体，我们的很多的机构、很多的学校、很多的医院，就会不断发出上帝荣耀的真光，让所有在黑暗中、混乱中，我们台湾的同胞，甚至让住在我们建成这个社区的好处兵，都可以心存盼望来救这个光。当世界越乱的时候，我们越更容易传福音的时候。而且成为基督徒是一个荣耀，但也是一个使命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准备好，我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来跟随主耶稣的真光，期盼新的耶路撒冷能够尽快临到我们中间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万人当中你拣选配留的我们，成为真光的出口，完成你对世界的爱。我们要再一次在这边说，主啊，我们愿意受你差用。主啊，你不管你要我们往哪里，主啊，我们都跟随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我们工作场所，让我们在学校里面，让我们在家庭里面，让我们都能够成为那真光的出口，我们都能够成为你圣洁的器皿。我们将同心的祷告，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